由黄淑君发起，结合台南市文化局、台南市立病院，甲着真侪公益社团、善心企业，共同举办的为爱而生公益艺术的音乐会，将要伫个5月3号下午2点，伫个台南市立文化中心的演艺厅举办。上午透过议员王嘉珍来召开记者会，欢迎民众踊跃索票到场来参加。为爱而生的音乐会。这个入场券呢，它含了一点点小奥妙。各位看到这边有一个爱心，有一份爱。抱歉哈，那一天我们稍微有点差别心。妈妈，我们希望她母亲节快乐，当然也要天天快乐。所以拿到有爱心的这个票的母亲，有一份关庙面哈。那一般票券没有这个爱心。不好意思，你只要拿到有爱心的有爱心的这张券的话，就有一份关庙面。这一点跟大家做一个说明哈。那如果那天整场客满的话，我相信妈妈是最重要的角色妈妈们都能够带一份爱的关庙面回去。现场出席的包括活动的发起人黄淑君、秀团医疗体系副总裁摩连瑞、台南市忧郁症关怀协会。等真侪公益的社团，甲着善心企业到场。其中黄淑君伊着个人2届的人生病痛，经过成功的救治，希望透过公益艺术的音乐会，分享给更加侪人知影。其实我在中毒的时候，是觉得说天哪，这事情怎么会发生在我身上？那知道北部有非常多的人，后来就是都过世之后，我就告诉我自己说，我一定要活下来。我一定为了我爱的人，为了我的梦想，我一定要活下来。所以就是我在医院，其实我就是放松自己的心态，然后我觉得这是有助于治疗。然后我也听医生们的给我的任何治疗的建议，每天要抽血啦、打针啊、吃药都没有关系，就是我要走过那个疗程。那虽然说那一阵子是非常痛苦的，但是我都觉得说我一定会活下来。因为我还想做很多的事情。这个活动比较特别，它会是音乐跟演讲穿插，那背景呢就会打上一些艺术画作的画面，对，所以是结合演讲医学，然后还有艺术，还有音乐。那因为我本身是个艺术经纪人，我是本身就是推广艺术的，所以我就想说我可以结合。那在我就是中毒之前，我也办了很多小小的，在我的就是北部的艺廊做展览的时候结合音乐，那我觉得效果蛮好的，所以我就想说，我可以继续用这样的形式。台湾面对超高龄的社会，主办单位希望透过活动，帮助中生代为着未来来做准备，因此活动将结合医学、演讲、音乐甲着艺术等公益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。会用向文化中心完成剧场的服务台、王嘉珍的服务处，甲着社团法人台南市忧郁症关怀协会免费来索票。台南新闻林跟杨顺怀采访报道。